睇牙點解要先選擇牙科平台？首先有4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，平台對於所有嘅牙科機構都保持住中立客觀嘅一個態度。呢間牙科醫院機構入面係咩情況，同埋佢哋嘅價格會唔會偏高，醫生是否穩定？如果你去問牙科機構入面嘅人嘅話，一般都會唔會俾到你準確嘅答案，因為每間牙科機構都會話自己係最好嘅。但係我哋平台會根據每個客戶嘅需求，綜合同你分析每間牙科機構嘅優缺點嚟進行推薦。呢個都係我哋公司可以生存20幾年嘅原因。第二點，你會唔會擔心喺牙科機構入面做牙齒嗰陣，一開頭係專家同你面診，到後尾真正做牙齒嗰陣係實習醫生同你做呢？好多醫院都會有咁樣嘅情況。如果你唔 care，你可以當我冇講過。但係你 care 嘅話，平台呢邊都會話俾你知邊個醫生口碑好，邊間醫院嘅會員頭客多，呢啲都係有實際嘅一個數據提供你參考㗎。第三點，作為平台嘅客戶，你去任何牙科機構做治療，喺做治療之前，牙科機構都會考慮到對我哋平台嘅一個影響。首先喺治療上面，佢哋會比普通客戶更加用心一啲，同時你亦都唔需要擔心有過度嘅治療情況同埋過度嘅推銷情況出現。而且平台呢邊都係有直接同佢哋嘅領導進行溝通，如果你有任何情況及時反饋，我哋都會第一時間幫你得到回應。第四點，牙科醫院俾到嘅價格都係俾到最低價俾平台嘅，我哋最主要做嘅係服務，令你成個睇牙嘅過程都係順順利利、開開心心，唔蝕底，幫你慳時間慳精力，就係我哋最大嘅成就感。揾牙醫上背息唔蝕底。